做调查，几多上60歲嘅泰哥泰姐，就算退休嘅，還係想要學新嘅東西，佢有自我突破嘅熱情。發揚同學會特色設計3種挑戰，共下討論選出1個項目，大家使忙勇敢完成。準備了，推能共下展開一場去派對追夢旅程。上個今年是68歲，退休以後呢，我不娘他也退休了，所以我目前的生活是陪我太太，然後跟球隊球員聚餐。我今年72歲，退休有15年了。除了打棒球之外，我非常喜歡寫書法，雖然寫的並不是很好，但是給我心裡的陶冶呢，我得到很大的助力。我今年72歲，6年前我到馬來西亞退休咗咗之後，我自己咧對戶外活動有非常喜歡，所以我是打網球，我是打草地高爾夫球，我看見打撞球哈，我的興趣太多了。今年咧來到新竹主動，我來前面也上咧泰國，今年通暑假下路係野球隊嘅喲。雖然大家呢從春也過後各自有各自嘅發展，唔過聽講哦感情係非常好。今年今日都同我約睇野球場嚟簽名咧。嗨，上嚟泰國，安坐，泰國，你好。唐泰國，你好，你好。今年呢我約睇下啊，你們做個按制服呢嗬？今年有比賽啊？今年是我嗰時係一般係1、2、4來練球這樣子啦。一禮拜練3日，係哦，按賽忙哦。係哦。哇，係哦。主要是鍛鍊身體啦。哦。現款呢保養到改好嘅上面泰國，平均年齡已經70歲嘅，現正透過教初中教養時，加入主動嘅野球隊來實施，大家實施超過1甲子。改好打野球嘅人呢，2年前又回到球場，再個從幾當年樣嘅又睇嘅打野球。我哋一個主動海盜隊，係主動開車吹。哦，主動開車吹，一群開車係乜嘅時間之內？哦，他比較清楚。55年，民國55年哦，我在新竹中學。55年。 55年組了個棒球隊。組了棒球隊。那我們係新竹中學的校隊嘛，所以一直講，我們住家還有上音的社會組球到社會組球拿。所以後來就討論出竹東海盜了。哦，我們海盜隊因為大家的感情都很濃厚感情了哈，所以我哋每3個月哈，海盜隊的夫妻檔含教練每3個月聚餐一次。所以都是太太都已經聚在一起，固定時間哦，很久了。透過日本時代先，我爸爸時代就打棒球了哈，所以我就對棒球就感覺有另外一份喜愛了。我大概在小學4年級的時候就開始在練棒球了。當然，我覺得最重要是我們家人都有體育細胞。像我父親來講，他從日據時代就是我們新竹縣的代表這樣的。我從小認為打棒球就是一個英雄。我小的時候，我媽媽總是帶我們3兄弟去看爸爸棒球比賽。那爸爸站在投手，呼風喚雨，小小的心裡就說：以後我一定要打棒球。好，練習開始哦！海盜，
红不让，啊，伊咧得分，吼，不过就做来有点喘吼，许瀑布，所以打全垒打，慢慢走。哦，很好啊，你会。俺们上去爱高中的时间打野球的上课的情形，俺做在吃困难哈。当然快乐。打野球上来有乜嘅神奇嘅魅力，所以一群按到這個球員亦能睇按冷嘅頭下，還係乜要精神呢？睇佢打，睇佢走，顏色才歸上嘅啲呢。準備哦，睇下會上冇？好来，注意哦，用，睇你用。绝杀！我刚刚还在说我被绝杀了。我不是被接杀了吗？没有。啊，没有。哦，还有啊，哇！我在一垒，结果跑掉了。这样我要跑吗？好了，这没有。另外球。这样。耶！我好像不知不觉得分了。不过大哥路有供水啦，不然我怎么可能跑回本垒？我都归头踢网归冲来走路本人叫赛的，神木先拜。嘿，海盗队候补球员来了。哎，你能大概按你练一朵点钟啊？差不多2个小时。哦2点钟差不多了。哎，唔简单呢，人啊。刚刚安尼，大概安尼练都专去会吹毛。他会累啊，可是不会说很累，因为他已经很习惯。有一段时间是打慢垒，受伤的几率就比较大。他是很容易受伤的男人。不过唔能会去比赛啊，哈，那会有什么战术上啊，也得会讨论，会草诗嘛，会演嘎嘛。不会啊，不会哦。输赢不重要，我们输赢很重要啦。没有对啊，差一个4连霸哈。那罗东去比赛的时候，他们已经很讨厌海盗队，每一次都把人口斗，所谓的口斗就是提前结束，把人家干掉了。哦，为什么你们这一队那么强？因为现在以我们的这种年纪的球队来讲，我们这一队是基本上都是从小学开始打。哎，能陪镇压跟球队以前就已经认识了，系咪？都是从谁从小的，大家都是年纪初中比较小。念到初中毕业，在高中的时候，李大哥、陈大哥他们就组这个海盗队。大概我到高一的时候，我才跟他们开始接触，是这样子的。很少吵架，所以我们的海盗队的这一群小朋友呢，应该是来自于良缘，才能够共同50几年之后，现在还一起打棒球。刚大家野球能讲说轻快乐的时间是什么时候？该不会是打完树下聊天的时候吧？买气喽，人的时候最快乐，人的心境很重要。好，还得看啊，在一起的时候，我71岁突然降到40岁，比我还小。心境很年轻，一切都很快乐。团队都方有幾多人後生時節喺球場上係風聲碌碌嘅一球員，而能嘅發力冇因為面皮打雜白來變少。打野球唔但搶本人能免去落頭牌，對已經退休嘅也得太哥來講，咪有個新嘅生活重新。哦，野球拍做動青鬧嘢嘅哦，嗬，素材。按你韓式就。太多亞夫圈哈，對啊，呢個都是料啊。這一大概的話，隊長像。哦，隊長不呀？係啊。哦，能是從我來哈？從係啊，從行常常這邊混呢。係哦，打球嘅打係咪我啊？係啊。哦。有年菜嗎？隊長。有年菜嗎？
关兄弟，嘿，你头发呀？那是跳舞的上天，是我都说跳舞俺细时时间。哇，韩生你的野球队兄弟，韩安万真哦，保持到。那位是那李大哥嘛？你母村呢？你们变蛮多的。变蛮多的。哎呀，你母马村呢？李大哥很高，双标叫双标，叫双标。保留最多相片是队长要配。队长的，对。哎呦，所以叫队长。所以叫队长。为什么你们芦苇头头泰国讲，以前芦苇是从来卢卡料？我爸妈也比较好客了，很多吃的啦，专业领队嘛，又领队了。那时候你家比较有钱一点。对，你说对了，重点啦。初港我条庙有问人，周末很多海盗会猜对。那就真的没有，该海盗黑，海盗大巴讲，你讲那个该也西团一些的美国有叫美国海盗队匹兹堡的知道，刚好那一年的世界冠军的。原来路很多海盗队。对，海盗名声可都很好听哦。以前我们取人名字嘛，学连学友啦，都没有什么杀伤力。就这个海盗这个是蛮有那个后来就选这个海盗。刚人家不钢琴安好啊，除了打球的，你们还有玩什么？还一起玩什么吗？追女孩子。对，看啊，对啊，只要看到漂亮的女孩子，整队的就一起看。他太太也是我们看出来的。暂停了，可以看了。做学生的时期，乡下打野球的神奇事情，如是大家乡下家下的话题。创业过后，每个都有无相同的发展。除了打野球，你哋也到泰國還有配項興趣麼呢？本人是對戶外運動是好打 Q 的，所以只要圓的東西還搞起玩起來就蠻能上手。除了也到還有好做嘛嘅哈，還會想講我會吃一想要做嘛嘅新的東西。時光俺多水咧70幾歲的時光，突然有一天，我跟我太太是在百货公司的時候，一突然發現，給他們翕相，一發現就講，我今天的身材感覺拍起照還蠻好看的。你可以朝這方面做那個平面模特啊但是好像還可以試試看對啊。像平常呢，我沒有打球的時候，我大概呢很喜歡找朋友出去玩。他的绰號叫饅頭，饅糖嘛，饅豆就饅。他以前是我叫饅豆，然後这样大家叫我，他就有一个饅头旅行团的群组。饅头很谦虚，很踏实，很好胜，很认真。那我很喜欢饅头，他从来不会讲第三者的哪边长哪边短。刚才太讲了。我辅仁大学的时候，我是跳现代舞。在学校里面。对。後來還有跳舞你的興趣，還有藝術的。非常好跳舞。但是呢，跳土風舞，我是應該是信州的媽媽土風舞的推動者。陳大哥呢，他以前來講呢，在初中的時候，他的球就很快了，然後呢，他才去考那個體育學校這樣子嘛。你會看到他好像手臂是會有問題，他應該是曾經騎摩托車有車禍過，是有影響。上面睇過路退休嘅，應該送人們嘅人能上就忙是上過，忙是命個位挑戰呢。人能33年的身材還保持到幾好，來往人能睇街路行業時尚相片來經驗好啦，也係展現人能愛通通的愛親親的能力，來開書法展來表現人能的才情。另外，人能唔是做過睇天當個畢業，無路水稻都球嘅發通，來挑戰用手嘅來白書嘅，咪係一項貴態嘅突破哦。比較建議莎就時髦的，爬樹爬上樹上去後，你成毛必死。3個
一次完成。对啊，哦，他们老黑我走有创意哦。玩，我是不去想没有啦，去到满意了。刚刚你们刚刚常想一下，开书法展英国做的吗？我在不了小时哦。书法上对我来讲是要我的命一样。他们俩的钢笔字是写得非常好。假如我们3个人从下来开书法展，我想也非常好。我个人3种可以的，馒头可能2种了啊，跟陈仁义号呢可能是2种嘛，就综合起来3个人可以同时做的，我觉得好像趴球成果会比较好一点，走秀的成果会比较好。我建议趴球，我们体力都很好的啊，嘿，很有信心，很有信心，这要试看看哦，会去发展地啊。那就跟趴球做来吗？做来，来，前面翻，好 ，OK。廿多年來，戶外運動嘅風氣掀起來，用塑嘅嚟白書嘅，做得講係日漫最流行嘅戶外休閒活動。也項活動愛有改太嘅決心，愛個專心，韓國數據愛流量，數比愛有力，那為核心肌群沒有用耐力咯。學聽好愛挑戰嘅項目嘅，接下來都係愛準備比賽前嘅訓練嘅，為到愛暢快進入狀況，上面睇過家庭愛以副圈嘅嘢骨手來刺激啦自家嘅體能。哦，到位。应该都要挑戰一下呀。睇過。佢是單槓，還有攰叻的哦，睇下都係得啥嫌疑的。原來你可能你呢體能狀況都有呢。掉不上呀，更有可能，也冇可能啦。老師，你會選哪一個？壓呀。為什麼選這個？適合我的身高。哦，好。哇，厲害哦！那是個吊上單槓的時候，我發現哦，天哪，這個人世間真是無情啊！可以了哦。好。哦。耶！哇！離婚呢？其實吊單槓就是很愛弱項，所以他第一他頂多吊一家庭連的。呀！哎呀！他體力是有，但是對單槓哈，他很反對。哇！這個一架說。當時有想說，拉單槓只能拉這樣，難道跟這個挑戰攀樹會有影響很大嗎？哦，萬一沒有挑戰成功，只能在樹下罰站。就類似攀岩的哦。哦，亂呢，八公里。好，主持人先示範一下吧。還是我們4個一起爬。預備，開始。該冇八公呢。來小心哦，小心哦！你們怎麼那麼快啦？你們亂降咯，捱扶唔到哦。要先踏好。哦，有7、8槍的哦，哈，有7、8槍。鞋子脫掉，它方便的。這個攀岩的前身，熱身運動。哦，趴球咪點啊？嘿，咩當槍哦？手腳變嗯，嘿，好，加油！這樣，好。你要公正經講難啊！嗬，哎呀，上面睇過呢，我呀嘅嗰種係白書嘅嘢感覺，看得出到原來呢，書板係喺個二頭身手很矯健。嗰種感覺假是透徹嘅訓練項目，對原來來講應該有起太加分嘅效果。希望人能夠前面訓練，對原來會有韓國有幫助。雖然講體力冇從後生條嘅家下按好，唔過咪搞到越來越稀，而能唔講啊到路內唔好冇練呢，嘅天繼續鍛鍊。為到加強人能離開地面過後手腳並用嘅功夫，所以安排人能依次白手錶，咪希望安呢人能路過唔會驚過。
好，教练好。大家好，好，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我也第一次带3个人破百的。3个人破百，3个人岁数破百，很厉害，很厉害。破200，破200。我们第一次攀岩的话，可以先试试看，从这个地方往另外一个方向爬，都不讲怎么爬，你自己试看看。因为我们其实生下来就有攀爬的本能。看起来协调性还算不错哦。好，后面的可以接着上了。好，我们可以往低处爬，不要爬太高，因为你往上爬就会到有斜板的地方，就会变难了。都不是体验过，不是搞过。你后生的时间没有摸样的下皮的好高，所以呢，你就会打 Q 啊，打 Q 啊用来练，然后来攀岩来练来练，摸重要。耶！好，你觉得手有没有很酸？完全不会酸，还好。你呢？还好，对，两个手会酸的。好，告诉你，跟你们讲怎么爬比较简单。OK。我攀岩的话，有个基本的概念，3点不动，1点动。我们有4点嘛，1、2、3、4。所以4点在墙上，它可以分散你身体的重量。然后我刚刚一直强调，不要把自己站太高，因为你站太高的话，你的手会弯曲，弯曲的时候就是在出力了。你如果在爬的时候手是这样直的，反而会轻松一点。白手表同白薯的共用的素材，又是要用贵身的肌力来同手脚运用到很好协调，还有核心肌群的能力，那一定重要哦。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在墙上遇到困难，你有点过不去了，你必须冷静想一想，刚刚教练说过哪些重点，就是把它你要停下来想一想。核心是在这里吗？对，在肚子，屁股就是你的核心。可能用你的屁股很重要，你怎么放位置很重要。如果你放不对，你的手就会很吃力。可以再抓高一点点，对，再抓，大概抓到这边。对，这一次就很好。好，尽量把手对伸直，然后这个点用眼睛看好抓的点。好，然后把脚收回来，对，好，也不要这样靠近。好，可以抓上那个，对，很好，很好，这次就爬的感觉比较轻松了哦。左脚再低一点，左脚再低。对，太高了，太高了，因为你的比较高，对，所以你要再踩低一点，不然你会弓得很外面。我们现在穿的是攀岩鞋，跟运动鞋不一样哦，所以你可以去踩住很小的石头，可以再踩低一点，对，然后手打得越开，其实会稍微有点吃力一点点哦。简单的考题测验一下。对，好，我现在手摸到的点，就是你们大概只能使用的石头，只能够手去抓贴白色、红色胶带的石头，然后那个也写一个 T 的，就是玩攀点，你必须2只手抓在玩攀点上面，停住3秒钟才算玩攀。3秒。对，好，3位谁要先？我。好，很好，自告奋勇。第一个点。我会沿途跟你指点。等一下，左手犯规了。对，左手犯规。犯规，这个哈。对。只能红牌哦。大哥拿 OK 吗 ？OK， 但是很不容易。不容易，因为你脚太短吗？可以啊。好，小心哦。对，踩到好的脚点，手就轻松一点点了。很好。好，3秒。1、2、3，好，玩攀。踩完左脚之后，要把右脚也踩高一点点。因为你要往上了，有了，好，身高优势哦，左脚要踩很低就抓到了，左脚拉高，对，左脚高一点，来数秒，1、2、3，现在有点才1哦，1.2，好，OK， 好，可以慢慢爬下来，抓都可以，对，要加强训练。哦，踩到一个很好的点，右脚，上面，其实这个还要训练你的判断力。你看现在，这样子也可以。好，可以了。OK， 不错。耶！挑战上面。我们刚刚已经热身完2趟了哦，有没有觉得哪里有酸痛不舒服？我觉得我的部位是这个地方。酸痛吗？不是酸痛，就感觉
比较紧一点。哦，比较紧。好，我是感觉脚比较痛，比较紧。鞋子太紧了，我就觉得我是这个地方有点酸。好，被教练教了以后，第二趟就比较轻松多了。所以第二趟有讲解有不一样，对不对？是的。T 集團基礎嘅白色頭路線，對阿上米泰國來講，充認識作用嘅。自信滿滿嘅伊人，撒下來面對困難失敗嘅泰國圖白色頭路線，佢都冇按改失了。就是说你3點不動1點動的時候，的確是會比較輕鬆一點。然後利用這種姿勢，然後技巧上，所以才不會那麼辛苦了。攀援呢是2隻手支持，然後把重心放在腰部跟臀部之間，而不是讓屁股下沉，因為屁股下沉，整個重心就下垂。待會呢，我們就不限制，然後你要摸到藍色的，把它抓住，雙手抓住。海盜加油！海盜，降！對，哇，右手非常難。上去就有一個大電話可以抓哦。左腳先上，左腳。哎呦，为什么呢？有點滑，这地氣已經抓下來了。當時在爬的人有沒有覺得好像都很輕鬆啊？好像蠻簡單的啦。但是在等真的去爬上去，才知道哦，這需要怎樣的力量啊？然後我們的手臂要怎麼樣啊？我們的着力點要如何去克服這樣子？哇，不好抓，右腳高一點。高一點。哎呀，哇，很吃力哦，很吃力哦，要吃力一點。所以我就覺得哈，你再早點哈，好，我幫你扶一下。所以要爬，是到下面，好，上手，就趕快去抓了。上手是不是？手往上抓，右手的像吗？像吗？右手到这里。对，右手帮我，右手帮我。接下來右手再一次到電話筒那邊。好，右手抓綠色的，左腳先上橋，左腳先上6。踩黃色的，左腳踩黃色的。踩黃的，高一點，高一點，幫他指一下。好，右手抓綠色，右手抓綠色哦，走做了，完看了。走了。哎呀，差一點點，差一點點，哇，真王。其實陳大哥哈，一條狗是頭上哈，其實比較逞強的哈。好搞多拜，他的手背上的受傷讓他有一點力不從心，但是他還是為了要拿出他最大的信心出來，所以他也是努力在做。好，左手抓那個，好，右手往上抓那個藍色的，兩手都抓同個點。好，這個腳踩過來這裡。左腳先過，左腳先過。安仔哦，哦，沒那麼容易哦。我來試一試。好，沒有，你來爬完它。身體狀況來講，李大哥是第1名，洪大哥第2名，我是第3名，所以買結婚買走的，他們是一定可以。好，沒關係，交叉手，左手直接到那個橘色。哇，到不了，到不了就雙手同點。電話。哇，差一點就上去了。對，差一點。來，萬就練。還有力氣嗎？白手錶雖然對阿上米泰國來講有夠難，是講伊能每天命苦練練，相互加油。白手錶訓練所得，國家建議的都會面對保輸嘅挑戰，希望求愛保險的亞洲泰國會成功北上希望呢。我眼前面真件愛白輸的哦。你之前訓練都用呢？按多種的訓練哦。看手袋了，夜練才知道自己老了。真的嗎？哦，手臂會酸哦。會軟哦。國語講越做越勇哦，用棒球術語都講是 left the hand 沒有。哎，李錦龍呢，馬改協調性有當好，但是呢，懼高症也係一最大問題，心理上的負擔會比較大一點。李大哥的體力比我好哦，陳大哥的話，他的意志力很強哦。
哦，教练提出在下边眼的呢，会紧张无？好啊，教练，好，教练好。跟大哥小介一下，也是阿俊教练。大家好，欢迎欢迎。教练就刚刚大哥已经在说树好高哦，今天这边算很矮了。哦，真的吗？对。教练要不要先跟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攀树跟我们一般想象的爬树有什么差别？一般我们爬树在小时候有没有？我们会徒手的攀登嘛，比如说我们可能有时候要摘龙眼，对，我们都要摘果树啊、芒果啊，对不对？我们会利用这个徒手的攀爬。那这个用这个绳索呢，第一它比较安全，那它可以到比我们徒手攀爬还要更高的地方。对啊。因为我们刚才从这边上来的时候，觉得坦白讲哦，这因为我的老家后面就是属于这种山形的，回想到我们小时候，所以说我们来挑战应该是很 OK 啦。Andy 爬海树是我很够，那见面了多了些，爬海树感觉哇，这个真的是又暂时打能够哈。我们要先把我们的安全设备先穿好，那先确定好以后，我们等一下才做进一步的教学跟攀登。所以我们就是要打扮成像教练这样子。对。哦，很帅，很帅哈，灯光，帅一定要。好，不好没关系，要帅啊，至少先帅啦，先帅再求好。哦，我俩心情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兴奋。啊，你下有70岁呢。很早的有爬树的机会呢，先动跳出版选的。教练，你猜得出大哥们几岁了吗？看起来应该不要说谎话，60多岁，哪有那么老？真的吗？这个吊带呢，等一下攸关各位的安全，所以我们要仔细的穿，如果有问题要随时问我。好，做起了敢唔敢用呢？像保养不用啊，保养不有哈。对，我们先从简单的开始。好，先让大家有地板踩的感觉。右手呢，我们就抓着这个绳结的顶端，轻轻压，把这个重心呢给你的背，把重心靠在背上，往后仰，往后仰哦。好，来，我们手不要抓紧。你大哥你要去哪里？好了一圈。很好玩哦。好，身体往后靠，对，力量给他。对，可以下去。脚站直，放开就好了。教练，脚要蹬吗？脚不用蹬，换着走，你就慢慢走，来，看到我爬树的时候沾沾自喜，自认为是自己的专长。好，对嘞，太棒了，耶！哇，厉害！等一下上你就知道了。真的哦，教练，这是不是太简单？那我们现在上去就稍微要一点技巧，把这里拉起来，把你的血往前推，重心往后靠，腰往前提，腰先往前提，腰往前，腰往前，腰往前才不能用手，腰要动，不能用手，你这样推不动嘛，对不对？来，我们重心往后靠，这时候屁股往前顶。屁股，顶屁股，没用线，没用数，而且压扁就行。你看我这边，你看我这边，看我的腰，往前看我这边。哦，因为刚刚大哥都是这样子嘛，屁股都在重心在这，然后你们都踩脚，但是你们的腰还是缩在这里，没有动。好，等一下呢，我们好了以后，腰看一下我这个腰哦，好，看我腰的位置哦，腰往前。推结，挺腰，对，推，反手推进去，对，就是这样。教练，是不是我们会忘记？其实我们不用一直拿着，不用一直拿着。其实我们手放掉是你如果现在你很累，好难听呢，你可以先放开来，先休息一下，哦，不一定要一直。可能我们都以为要一直拉着，对不对？不用一直拉着，就用掉很多力气。我觉得最难就是挺。推，好，1、2、3，对，来推，赶快推，对啦，好，要呼吸，记得跳一，那个还要爬，就已经结束了。下一些好简单，上一些呢，手臂力量用上，脚呢也做不出协调性的支撑点。腹部的这个核心肌力啊，这个肌力还挺不出来。对我们来讲，这个没有力的很辛苦。哦，不要这样弹手，好，抓住，好，来站开。才知道很辛苦啊，这技巧要很多。
比较单杠啊、攀岩啊，还有困难很多。赖豆换你了，现在哦剩下20%的力量了，现在，剩下吃饭的力量了。我这不是活结啊，我这死结啊，死结啊，你死结啊？对啊，不能推啊。那你继续吊着。这里吃饭。吊着，等下我拿便当给你。以往呢，人家都称赞我是体育健将，结果呢，一测试下来，我发现梦幻呢破灭。他的肌受伤，所以佢更有上度。上度先，他叫人去爬上去，手会确裂，些让他讲就是使不上力量嘛。我也担心说，是不是他也会很逞强的去完成这个攀树的动作。大哥亚森，大哥帮了提奶呢，还忙帮输的呢。还 OK 吗？还 OK 吗？请问你哪个大学体育系的？还好吗？还有点猛。还没爬树的教练，我们。走的了。那特胜连拿奶瓶的力量都没有。奶瓶。有吗？你有带奶瓶来喝？我们想放弃诶，死皮赖脸透露外面上，但是呢，挺难看。所以呢，那表面我上来，哇，真的很累很累，已经都不会动。眼膝盖头都冇拔上来，唔过眼看伊能拔，不乐观。刚刚这个是让大家先熟悉一下绳结的操作，那你才知道说，等一下你在下降的时候的那个快跟慢是掌握在自己手上。对。那同时，刚刚大家已经会要推绳结了嘛，对不对？所以大家等一下也会要做推绳结这个动作，但是你等一下会离这个地球非常远，没地方踩啊，没地方踩，完全只能靠自己的力量，是完全悬空的。我们应该先全部教练把我们吊上去，从上面下来比较录这个比较。那我会这么觉得啊。那这样各位你就失去了这个攀树的意义，因为为什么我要攀树呢？因为攀树这件事情啊，这除了从这个中间去得到这个体验的乐趣以外，你可以融入自然。那以后你出去到外面的时候，你就知道会爬树嘛，你会想要看哪些树可以爬，你就更在意树木的健康。既期待又很紧张。安狗，天哪，这真的是给我们的教练。没错，等一下要靠大家的力量一起上去。哇，真的假的？是。来的时候，大家来看到这个，你有没有比较紧张？有。你告诉我，你们担心什么事情？太高了，太高了。好，高是一个，还有吗？觉得没有力气让自己上去，没有靠山，没有靠山。哎，怎么没有人跟我说他担心树枝会断掉跟绳子会断掉这件事？我就是很担心啊，很担心，对不对？好，不敢讲出来啊。对，教练考大家哦，今天教练帮你们架设这种直径10公分，大家猜猜看可以载多重？10公斤。10公斤，太小看它了，太小看它了。还有没有？350啊，应该有。350，有稍微高一点。还有吗？还有答案吗？350，高了一点，那就是250了。好，没有啦。好了，跟大家公布答案是1200多公斤。你是说这个可以支撑1斤200？对，是国外用拉力计测试的结果啦。那当然依据树种的不同，会有一些些微的差距。绳子也会单斤嘛，对不对？那我们猜看绳子可以载多重？刚刚已经1200，我们从1200开始猜。哇，从1200开始猜？从1200开始猜。1500，对，1500。还有没有？不止。那1800，还有没有？5000。好啦，2500，8000啊，8800磅啦，没有到公斤啦。换算公斤数是3991公斤。刚刚讲完，有没有稍稍抚慰各位不安的小心？对啊，怕掉那么高。至少我们上去是一定没问题。对，我们现在比较担心就是有没有惧高症。惧高症是看下会怕，所以来告诉自己讲，只看上面，不要看下面。安勇应该还好。我有惧高症，我的惧高的定义是讲，这边就绑了那些，就烫人哈，有东西要绑这些，那我的惧高症几乎是降低到最低点。我现在有点好奇，应该存能比慢你会够加不？
会不会其实我输给你们呢？应该是吧，应该是输给陈大哥了。是那个体育系的，你哪个学校体育系的？人家压力动态吼，太敢英国你体育系。那中午在讲哎，都拿大学体育系毕业，我不能丢辅仁大学的脸。现在我们好了以后，对不对？把它调到我们适当想要的位置，把我们脚踩进去，踩进去以后，手会抓这边，也会抓这里，然后我们就站起来。怎么站呢？脚踩绳子，绳子踩起来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跟刚刚一样嘛，我们把脊往上推，推到底以后，再轻轻坐下来。教练说明到佢详细分明，我发现也同4年的白书嘅經驗規模相同。先做佢嘅暖身動作，愛多多嘅關，臀縮嘅托體延伸胸，還個嘴等溜下來嘅感覺。接下來大家做好裝備，錄準備而來開始了。而家咧教練已經教起人哋呢哦，啊人哋縮嘅路拖好嘅、踏好嘅嗬。睇過有信心冇？快嘅，冇喎，冇喎。咁人哋睇下啲嗬，還記得用嚟上去嗬。咁人哋都開始嘅哦。好，人哋社會組跟長青組嘅比賽，好嗎？好，对，好，来手一只手下来带节，对。各位，你们的目標是上面那個吊床哈，有看到嗎？可以把你頭抬起來看一下。各位，你今天的目標在上面。哦，以為想是說跟小時候爬樹那種感覺，想說應該不會很大的困難吧。經過這幾天的訓練哈，我發覺，攀樹也不是那麼容易的一件事情啊。你們現在已經離地150公分了。教練，你這個好像會滑嘞，什麼東西？這個好像會滑。你手不要壓到它，上去以後手就要放開，不要再壓到它了。好，你再站起來一次。很強喲。來，站起來。好，對，再站起來，來推，對啦。哥加油！好，來。哎呦，泰國唔能夠講呢。你叫一叫到崖嘅呢？冇講開。係啊。加油加油，陳泰國！好，1、2、3。目前是一種第1名哦。承讓，頭下能用矮哦。泰國，你們還好嗎？我很累。第一次登上去，其實我感覺到重心不穩。結果教練講到重點，你有回去垂直，你就不會有重心的移位，就是好像步步高升啊，真的那种感覺很好。你就是撐了一步以後，給手就是不像氣嘛哈。但你撐了一步以後，給手是彎曲，彎曲就表示你達到一種的一個收穫，對。然後你再繩子一拉直，更上一層樓。泰國我屯也個吊床偏高的呢，係冇？加油加油！硬強哦！加油哦！很切咯。吊床係唔能上去嘅哦，我可以壓你哦。跟你個出，其實我唔呢個樹皮邊樣也算強嘅，都係唔啱你應用力都係國家都會冇力的。雖然講你上一階都可以，按你從那撩一下，唔過還係真嘅。哦，菜，呀，快到咯，差一點點咯。壓到，超過1圈誒！變形式了。好，我們的目標在那個吊床上面哦。黃大哥，你待會再高一點，我教你怎麼進去。哦，放開。他都吊床了。好，咁多用呢？哦，按掉。想要吊上吊，睡覺一下。講真人哋位都做得你面呢。耶！兩位大哥加油哦！好，我要睡覺了。你們還沒進去，你們進去睡覺，準備啦！快咯，就差一點點了。加油！一下旁泰國新加圈吊床，我會係選泰國。你泰國呢？李大哥，你係上一步退2步咧，結果你推都踢奶耶。因為教練把我的繩子弄不好，所以我上不去。
对吧？教练是吗？教练是因为这样吗？教练要扣分吗？教练扣分，对，扣在教练之后。没有啦，我刚刚是操作错误了啊，真的、哦？结果上去又下来，上去又下来，脚踩到。俺弟弟他跟迄个前托教练，伊讲教练无吞伊的手给他好，不过可能迄去甲吞到，因为俺的吞如果向下背的，鼓手里头都有点前功尽弃。挑战是失败，可是这很值得尝试的一个挑战。妈妈，哎呦！也太突然了吧！还没上啊？等一下还老婆，来。很多的事情，来感不到，你呢，只要肯做，不管你做的漂亮不漂亮，你可以做到的。哇，彭大哥会多哎！现在好了，现在用你的屁股挪进去吊床里面。哦。好，2只手来帮忙抓吊床，然后屁股挪进去。好，可以了。哇！耶！好，泰国刚刚用呢？要睡觉了。来拍手。刚刚用呢？刚刚用呢？太厉害了！看起来很舒服啊，很轻松，但是我的腰好痛。说实在，心理上还是要有点会怕。还好我手上是有抓着这个伸手之类的，当心理上一看，哎呦，感觉好像我居然自己腾空了。今天爬完树呢，我必须要改正我自己一个，要 trust people， 就是相信人，你不要怀疑。第二个，你要认真去听人讲解任何事情的重点。你能把握到重点，你才可以做得轻松、正确，而没有危险。好，我们彭泰哥有面都也个吊床，都算成功啦哈，因为真经过辛苦，是不是很辛苦啊？大家？是。还好，上不去而已。李泰国都放弃的，系咪？哦，因为呢真经东难啊，主要係其實真辛苦的奶油系咪？腰很辛苦。因为呢，讨论，啊，彭泰国有俺们都算达阵的啦哈，团体合作达阵，然后拍手，可以拍手吗？没有想到我居然也可以有成功的一次，以后碰到任何的有挑战的机会，也要有这种有这种的毅力的。我喜欢，我会带我的孙子孙女来鼓励他做正确的运动。放手爬树抬去，辛苦耶！李泰国刚刚用呢？好，站好 ，OK， 好，慢慢往前。就这么一次尝试，足以。耶！阿老爷刚刚用呢？从你是说用的，真嘅。突然间那样爬上去下来，轻松，很高兴。爬那边best 是不是呀？是不是？哇，彭泰国！哇，只有你有上到吊床哎！他们都可以啦，他们谦虚啊。厉害！没有，双一刚刚呢？哦，很想下来。终于可以挑战。真嘅哈，我本来有感觉唔可以上去哈。出乎意料之外的，系啊，居然还可以爬到吊船里面去，系啊，美梦电竞电台成功耶！